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无米拍鼎，无钱拍囝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无米通煮食，就拍鼎出开；若无钱通用，就拍sī-sòe出水。这句俗语是在形容人拄着困难，干那会当伫遐怨天怨地，想无解决的方法。讲嘛有影，拍鼎同款无米通煮，拍囝同款无钱通开。所以这句俗语是用来考试人做代志想无步的时阵，干那会晓甲责任撒互别人，甚至是甲家己规巴肚的火气出伫别人身上。这款人，我看嘛是无啥物出脱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